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斗門單車遊。好耐都冇踩單車，介紹個濕地公園啦。今日踩單車去珠海斗門井朗嗰邊，一口氣探索兩個濕地公園。呢兩個濕地公園分別係黃楊河濕地公園同華發水郡省級濕地公園。睇地圖，呢兩個濕地公園望落去好似係連埋一齊啊！咁晏啲踩到過去，到時再睇下現場有冇綠道係可以貫通呢兩個濕地公園啊！咁而家畫面都睇到啦，咁我而家就踩緊呢個十字門情侶南路啊。咁而家去斗門，我自己都會首選行呢條路，因為我自己覺得踩單車最重要係騎行嘅連續性，冇人冇車嘅環境係最舒服同埋最享受。網上資料關於濕地公園嘅資訊就唔多。大概只係知道會有一條長度約3.7公里嘅綠道，另外仲有一啲水上棧道可以欣賞風景。咁我而家踩過去濕地公園，路程大約38公里。OK， 而家終於出到嚟啦，踩咗26公里啊，見到珠海大橋啦。我仲記得以前踩呢條橋嗰陣，成日都好驚嘅，因為車流量嗰陣係非常之多啊。但係而家珠海大橋下層開通咗之後咧，你見到車流量係少咗，起碼少咗70%啊。而家已經嚟到斗門嘅湖心路，沿住湖心路一直踩到尾就係尖峰大橋。尖峰大橋旁邊就係黃楊河濕地公園。好啦，嚟到呢度，終於見到上面啦，黃楊河濕地公園嘅指示牌啦。呢個路口入去咧，就係上次珠海單車遊第136集啊，去斗門食飯嗰一次啊。咁其實上次斗門食飯嗰一次同今次濕地公園咧個距離都係好近嘅，只係相差一條尖峰大橋咋。好啦，前面呢度就係黃楊河濕地公園啦。好，而家睇個公里數先啊，43公里啊，踩咗43公里。咁就睇下踩完呢兩個濕地公園之後係大概幾多公里啦。而家嚟到濕地公園嘅入口啦，入口就有塊牌寫住禁止摩托車進入啊。OK 啦，入到嚟啦。黃楊河濕地公園啊，好，咁而家就開始慢慢遊覽啦。濕地公園分咗文化、自然、生態3個區域。首先嚟到文化區嘅藕絲亭，咁呢個亭嘅作用呢，就係休息同埋欣賞風景。今日嘅影片就會多咗一種
全新嘅角度踩單車遊覽啊，咁就可以令到個畫面更加豐富。嚟到下一個地方觀河亭，咁就顧名思義啦，係一個休息同埋欣賞河景嘅地方啊。咁而家望出去呢，就可以睇到黃楊河嘅河景。咁呢邊呢，就可以睇到尖峰大橋。哇！呢度成個河景係非常之靚啦。過咗藕絲亭同觀河亭之後，而家嚟到階梯廣場平台。喺呢度個景觀係更加開闊，冇任何遮擋，可以一路踩單車，一路享受住風景。呢段路俾我個感覺係非常之治癒，兩邊綠色嘅環境令到人係非常之舒服。好啦，咁而家就睇到黃楊河濕地公園個地圖啦。咁我而家位置咧就喺呢度啦。其實我只係踩咗好短時間咋，就已經完成咗一半啦。咁就剩翻後面一半。咁喺呢個石牌隔離咧，就有呢個遊客服務中心嘅。出面咧呢一棵呢啲樹咧，就係落雨杉啊，亦都係成個黃楊河濕地公園最重要嘅部分啊。呢啲落雨杉咧，如果冬天過嚟咧，係會變晒橙色嘅。咁而家係夏季，見到落雨杉係保持住一種翠綠嘅顏色。而家繼續遊覽後半部分，左手面可以見到母親河雕塑。呢座雕塑係斗門城市嘅象徵。嚟到下一個地方就係斗橋啊。咁呢座斗橋一樣都係有呢個觀景嘅功能。跟住落嚟，最後一段路，環境都係非常之舒服。穿梭於蘆葦之間，盡享成個濕地公園嘅風景。
踩到嚟呢個位置，咁就出返嚟馬路啦。咁我入嚟嗰陣係44.3公里，到而家結束係48公里，咁就真係啱啱好啦。同官方嘅路線一樣係3.7公里。咁就臨走之前喺度再次欣賞呢度嘅風景啦。今日總共踩咗83公里，本身計劃係諗住踩晒2個濕地公園嘅。睇返資料，原來另外一個濕地公園喺下個月會有荷花展嘅展覽啊！咁今次我自己就暫時取消先，留返下一個月再去遊覽。今次嘅影片就係主要踩單車遊覽黃楊河濕地公園。咁我自己由頭踩到尾，路程大約3.7公里。3.7公里呢個距離，其實就對於踩單車嚟講係非常之短嘅。成個濕地公園俾我嘅感覺係冇任何加工嘅設施啦，成個環境都係非常之原始。你喺濕地公園入邊係揾唔到騎行綠道、行人道，甚至係瞭望塔呢啲設施嘅。部分設施亦都係比較殘舊啊。係呢一種原始嘅環境先至係原汁原味啊！成個感覺踩落去係非常之舒服啊！景觀非常開揚，冇任何遮擋，可以盡情享受黃楊河嘅河景。今日踩單車去黃楊河濕地公園就到呢度結束啦，下次踩單車再見。